下一位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呢，就對於中大提前還款呢個財務安排呢，我表示歡迎啦，亦都其實係表示咗中大醫院呢對自己嗰個未來嘅營運嘅信心嚟嘅，我覺得係一個嚇。咁我有兩方面問題，第一個呢，就係想跟進翻頭先局長提到呢，就話關於延長還款期內嗰個應付利息嗰度呢，係以嗰個醫院提供嘅服務嚟去抵消嗰個問題。咁就局長剛才都有講到啦，就係話隨住未來嗰個營運嗰個多元化之後呢，每一年大約8000嗰個服務名額咧應該可以達到嘅咁樣。但係我都想知道一下呢，就其實呢度都牽涉到個時間幾長嘅15年嘅，中間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咁樣。咁如果萬一真係喺呢個服務名額喺15年內提供唔到嘅，完成唔到呢一個嘅服務嗰個承諾嘅話，提供服務嘅要求嘅話呢，咁將會係點樣處理呢？係延長啊，定係點樣呢？將嗰個期限。咁就第二呢，就係話未來會唔會都每一年都會公佈翻嗰個服務名額嗰個提供嘅數目，咁等到公眾或者立法會我哋都知道下佢嗰個用服務嚟抵消呢個利息呢一方面嗰個進度呢。咁樣呢個第一個。咁啊，第二個呢，就係關於中大醫院提供嘅套餐收費，咁呢個呢，我表示歡迎嘅，特別剛才提到保險業界其實亦都好歡迎呢一個嘅安排嘅，對於嗰個醫療費用嗰個總嘅控制支出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亦都歡迎呢，就係頭先講到啦，未來會去到有70%嘅套餐嘅項目呢會提供嘅咁樣嗰個醫療嗰方面。但係呢，其實其中有個問題就係因為呢啲套餐收費呢，似乎對於嗰個醫生嚟講呢，會唔會個吸引力就係低咗？因為始終你唔係套餐收費呢，醫生嘅收費可以自由決定。但係如果套餐收費呢，個醫生嗰個收費個決定呢，就會係個收費呢就會有一個固定咗喺度。咁喺呢一方面，如果未來將嗰個套餐嘅收費增多咗嘅項目增多咗嘅時候呢，點樣可以吸引到更多嘅醫生去參與呢啲套餐收費嘅項目呢？咁嚇，唔該。好，局長。我答咗個關於個延長服務協議嗰度啦，因應住中大醫院喺23年申請延長5年啦，咁呢個期間個利息呢，我哋就採取一個用服務去到提供，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可以話三贏嘅局面嘅，即係對東大嚟講，佢個財政壓力會減少咗，又可以增加咗，亦都對醫管局嚟講可以幫助到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提早獲得服務，對市民嚟講亦都可以享用到用呢個公營醫療嘅收費。享用到中大醫院個服務，咁呢個係一個大家最好嘅一個安排嚟嘅。咁所以喺考慮今次佢預早提交嗰個貸款嘅時候，還個貸款嘅時候呢，我哋同中大醫院都傾過啦。咁最終呢都係同意呢，就係用一個繼續呢個延長服務協議啊。咁換句話講呢。雖然佢還翻晒嘅還款咧，但係佢唔會還翻呢5年入邊嘅利息嘅，佢唔會提早還翻啲利息。呢5年嘅利息咧，即係23至27年嘅息利息啦，就22年至27年嘅利息，就全部係用翻個服務去提供，就係頭先講嘅12萬個住院床位嘅日數。咁呢啲床位日數咧就唔係一定用住院病人嘅，佢可以以門診，可以以一啲影像，好似電腦掃描磁力共振。當然亦都可以以住院去計，咁每一個項目我哋都計清楚，到底喺醫管局個成本啊，以至到15年後，因為個過程入邊會有一個折算嘅，咁都計埋落去嘅。咁個折算率係每年4.75%嘅，咁確保呢個計算係好精準嘅。我哋中大醫院會繼續去提供呢個服務，我哋都會繼續監察。咁假設佢喺提供服務嗰度唔達標呢，其實佢亦都可以，如果個財務狀況有好轉呢，佢可以用翻錢去到還翻呢啲利息嘅。咁呢個係可以考慮，但係到時我哋會睇翻佢個方案咯。咁但係陳議員提到嘅，我哋係會繼續監察，確保佢會提供翻唔單止係呢個延長服務協議啦，當年嘅批地協議啦，以至到最初嘅服務嗰個契約呢，佢都要繼續遵守嘅。多謝主席。